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，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秀莲啊，实在恭喜你呢！你那里哦，一家伙啊拢团圆啊，啊，搁有明阳哦也出院啊，我是来替恁足欢喜的啦。啊，你来看。啊，明阳吼，迄气色加偌好咧，啊，毋过吼，嘛是爱好好调养呢，你知无？我知啦，阿嬷。秀玲啊，你导游是下咧对啊？我放在架仔顶啊，你看觅。哦，有看。有啊。妈，我即摆斗相共啦。明阳上乖啦，还是讲我咧无底看咧，真正哦，敢若底导游啦。哎呦，金土，你会晓煮菜哦？阿嬷，我即马吼是爱某为某苦，是孝某吼为某劳啦。我即马会晓讲吼，是一个标准的翁仔啦。对啦，人讲吼，家母大丈夫，啊拍某地高母。哎呀，你来共讲安尼啦。好，饭菜差不多，来拿只。来，阿嬷来，阿姨来啊。来食饭哦。明天啊，汤好未啦？你放出来哦。来，坐。来。吃老煮呢哈。哎呦，这青草着。休。你就上来，是阿嬷家啦吼。来。我今日请恁来，是要甲恁说多谢，感谢恁伫咧明月破病的这段时间，甲阮斗相共。啊，毋过真可惜，是要无来。秀玲啊，另外咱也有缘哦，当面甲说道声好啊。对啦，另外我阁要感谢恁哦，这段时间哦，对秀玲，还阁有明月遐尔照顾。对啦，来，我先敬恁一杯啦，来。来，拿只，拿用来，好来，恁客气哦，伊啊。啊，阁有一件代志哦，就是金土伊要转去日本接管因爸母的事业，所以我想要甲明玉斗阵来去。啊，你要去日本哦？哎呦，这件代志遐大件，你来这时阵才讲。因为我是临时决定的，所以请恁来厝的食一个便饭，顺便甲恁讲，恁就免来送啊，安尼大家较袂艰苦啦。真会用呢，这条路走遐远，但是要搁见面，还阁唔知影呢。阿姨啊，你放心啦，我这边会用讲吼，是彻彻底底吼改头换面啦。秀玲还阁明玉，我一定好好照顾，要互因受着委屈啦。你讲会到，爱做会到哦。若是我知影因母仔囝受委屈，我已经去日本去找你。你放心啦，咱就以迄为定吼。好啦。秀莲啊，
阿姆吼，一直拢甲你当做敢若家己的查某囝共款。啊，今仔日雄雄听着讲你要去日本，我心肝实在足唔甘的呢。阿母，我会摕电车票转来互你啦。啊，你若有闲，会去日本看我啊，对无？好啊，明玉啊，若去日本吼，唔通袂记阿嬷呢。阿妈，我袂啦，你著爱较早车票转来呢哈。来啦。好啊好啊，阿妈，咱话哪讲，啊饭嘛哪食。来来来，阿姨啊，来来，用啊用啊。我家己讲，我就要去日本。即摆离开，我上有放心的是你甲阿喜。代志都已经过遮久啊，你还阁讲遮？其实这几年来，我甲阿喜当作是我的阿兄，甲你当作是我的阿嫂。啊，毋过恁两个人煞为一寡代志来离婚。其实福将的死，毋是金良，嘛毋是任何人的毋对。啊，毋过恁两个人煞为着一件代志来分开。假使福将若在天有灵，我想伊嘛无希望看到恁两个人是即款的结果。秀玲，会用做夫妻是缘分，袂用做夫妻是命。就算福将无出代志，我甲阿喜嘛会行离婚这条路。是咩？假使若毋是阿姆的原因，无得抗恁两个人袂离婚。唉，阿姆这个人哦，有一点仔固执，嘛有淡薄仔自私。啊，毋过伊的心肝袂歹。伊爱你离开单家，其实只是一时的气话尔。我知影，是咩？其实我足希望你甲阿喜会用我的。即摆啥物话拢毋想啊。我敢若希望我会晓甲金龙玉凤好好饲养大汉，会当好好读书，后摆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，我就真欢喜。
怎么还没睡啊？马上就要睡了啊。你又在想爸啦？你快睡吧。你早点睡。妈，我时常在想，如果福将他没有死的话，我们一定还跟爸爸生活在一起，快快乐乐的。你看，福将啊，从小就那么乖，难怪阿妈那么疼他。只可惜，福将只有活到4岁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这一切都是天意。福将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，也是老天爷把他要回去的。我们只有听天由命。妈，如果有一天爸再回来找你的话，你会不会接受他？很晚了，睡觉吧啊。哦。好，吃好去上学了啊。哦。金龙，我告诉你哦，昨天半夜的时候啊，妈起床就在梳妆台前面看爸的照片，而且她还哭了。我觉得啊，妈她一定很想爸。别说话了，上课要迟到了。我知道我要去。哎，金龙等我啊！我跟你又不同路。妈，鱼市场小心一点啊。我又不是第一次做生意，别担心啊。玉凤，你要好好照顾妈。金龙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没怎么了，我要去学校。妈再见。好，再见啊。妈，你会不会觉得金龙有点奇怪？大哥明玉到日本去了，他心情不好。可能吧。妈，我要迟到了。好，妈，再见。过马路小心啊。嗯。爸，玉凤，你哪来啊？我是专工来找你。是不是厝有啥物代志？无啦，妈甲姚峰拢足好。无就好。你来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我想要问你，以前搁你气我，或者甲我喝酒，就叫我跋徛在饮食。阿母当初若无安抚我离开单家，你是毋是会甲阿母离婚啊？你问这是咧创啥？我是你甲阿母同大的障碍对无？若无我，你一定搁做伙对无？我唔知影。我知影你一定会做伙。有怪见面，我看到你甲阿母有一段足深的感情，只是相拢满意认输。无这代志，大人的代志，囡仔唔捌。我已经毋是囡仔呢，我17岁啊呢。我无想要看到你甲阿母离开，是因为我以后一世人才了后悔。爸，我希望你会当甲阿母珍惜这段情。你知影阿母昨暗我看到你唱片流眼屎，这一定毋是头一摆流眼屎。你若是对阿母搁一条挂念，希望你帮我照顾好我。我要走，你家己保重。
这囡仔是安怎？专讲这个莫名其妙的话。馒头，包子，馒头包子，小爱哦，小爱馒头干嘛啊？来包子。来包子馒头哦，热的好吃的，包子馒头，馒头，妈，玉凤，我走了，请不要来找我，因为我是怀着内疚和自责离开你们。我希望我的离开可以化解爸和妈之间的心结，我也希望我的离开可以让爸妈言归于好。这一场家庭悲剧因我而起，也会因为我的离开而结束。不管我在天涯海角，都会默默地祝福你们。但愿在不久的将来，妈能再为陈家开枝散叶，让阿嬷不再有任何遗憾。不孝子，金龙敬上。阿爸，阿爸，你哪来啊？我跟你讲啦，金龙吼，伊离家出走啦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这么我是金龙嘛？是不是？金龙，大家四个找你，你家己哪变你遮？你知影你阿母有烦恼的，你知影无？你换来做你走，你要互你阿母烦恼死啊！我配唔下最清楚，叫你莫找我啊！你是你阿母上码头一块肉，你咧话走就走，好等去啊！我等啦，你放手啦，你话我走啊！啊，等来。什么啊？什么啊？金龙，阿姨，金龙，你伫倒位找到伊的？我怪恁找无啦，你比个下靠树尾顶。金龙，你这孩子怎么搞的你？你怎么忍心丢下妈跟玉凤自己一走了之？我不是任性，也不是一走了之。离开家的事我已经想了很久。我知道，只有我在的一天，你们都不会忘记福将的死，就不会复。所以，我只好选择离开。我跟你爸会离婚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不管你离不离开这个家，我们都不可能再复合。爸，你甲妈讲这不是话啦！你真有为人接受我，不离才甲妈分开对不？紧点，你紧讲啊！我们离婚已经成为事实，这谁也改变不了的。爸，你紧讲啦，妈就等你一句话啦。讲啊！爸，你紧讲嘛！阿姨，这是阮的家务事，你互阮家己解决。多谢你找金良回来。玉凤，送你爸出去。爸，你紧讲啦，妈就等你一句话。紧的呐！讲啊！让他走，送他出去。讲啊！爸。妈，你们两个明明就还有感情嘛，为什么都不肯承认？有感情是一回事，现实是一回事。
福将的死只是一个导火线。从我嫁进陈家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一直在担心，有一天我会离开陈家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会是在失去福将的悲伤中离开。